早期客家农业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吃点点心才有体力。其中牛问水是大家念念不忘的。桃园客家人吕洪普就把牛问水跟艾草做结合，让大家吃的养生，也能够重温老滋味。感动时刻带您品尝。桃园富冈这个客家庄很淳朴，而这条街上还有知名的客家美食爱牛问水。牛问水哈，牛就是起拔爱，那起拔爱就形容客家人的个性，跟牛的个性一样那个它的韧性很大。为什么叫问水？它是在黑汤姜汁里面打滚滚那个水，那我们把它用艾草加下去以后，就取它的谐音叫爱牛问水。研发出爱牛问水的吕洪普说，春天的艾草最香最嫩，客家人常用艾草做艾板，所以把它融入起拔当中，传统又营养。这个就是我们做爱牛问水的那个艾草，因为这个东西的它的口感各方面香味是非常香，而且在中药材里面，它们好像是清凉降火，一般人都有拿来，早期客家人都拿来煮水来当茶喝我想这个东西我们是尽量加在我们的产品里面，把客家人的特色尽量来推广出去。这个叫做牡丹院。吕洪普成立了客家美食工作坊，致力推广客家米食文化。而为了要让大家吃到古早味，它的艾草用的是新鲜货，制作过程绝对不用艾草粉。只要吃这个东西你们一定在意，就是说它里面看它那个起拔上面，它有它纤维还有纤维在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在饮食这一块早期客家农业社会劳动量大，要靠吃点心补充体力，加入姜汁糖水的牛问水就成了最普遍的客家点心之一。加个花生。要让大家能够重温老滋味，他还把爱牛问水制作成礼盒，变成了客家伴手礼。最有趣的是，爱牛问水的爱跟爱情的爱是同音，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爱上牛问水。白胖胖的起拔换上春天的新装，新鲜的嫩绿挑动古老的记忆。牛问水的客庄意象有了淡淡清香的感动时刻。